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台湾的气候当蛮好，大家拢提讲台湾可以生产几多无共用的农产品咯。不过野餐咩，大家在市场的方有注意到冇？有一种怪特别的农产品出现了哟，叫做热苦瓜。佢上到太了哦，很红红，但个皮呢又热咯。到底一个农产品系嘛嘅呢？以前大家都冇注意到喏。野餐咩啊？一个热苦瓜有两般的吃法。今晡日，我哋就貼喺油槍檔睇我哋六對地杯，一對兩公婆好朋友來同我哋紹介一下一個熱苦瓜到底喺兩版中有兩版嘅說法咯。接下來油槍記得吧。首先來歡迎我哋陳啟峰陳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陳啟峰，來屏東聯絡客家莊。歡迎我哋陳大哥。接下來係我哋總水餃阿嬌姐。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到種水餃，我喺啲屏東聯絡嘅客家莊。歡迎兩位嚟到我哋節目地位哦。兩位我哋講頭都有紹介嘛，我哋專門係種一個熱苦瓜，一個安貼嘅農產品。等下都麻煩兩位同我哋好好紹介一下。我首先想請教一下陳大哥，你哋之前啊喺種熱苦瓜之前，你哋本身都係農民嘛，都喺港中，也係有做其他嘅工作㗎。以前都本身係做園藝嘅，專門是設計花園、修剪花樹嘅。這個會去種一條花樹冇？因為以前我哋一個團隊，每個人種花樹嘅，有種樹嘅，有種草皮嘅，還是種處理嘅個藝術嘅石頭嘅。因為我要用到工廠嘅時間，如果每個人工嘅東西都送咗。當天，我哋如果係可以，他家人可以互通，他家人就做啲計劃性。這個做乜嘅會接觸到講想要來種一個熱苦瓜？因為之前嘅園藝嘅工作應該做得好好啊。因為之前嘅時間，可能做園藝過後嘅時間有冇做方便，有一種嘅輸送嘅問題。聽人講種新熱苦瓜可以幫助人。一種嘅研究嘅問題，所以講當時我都講係前熱苦瓜，有一種要擺去6個月嘅時間喺潮上，為咗當初嘅時間可以潮上買東西，結果我門打開嘅時間，如果我尋到一種嘅熱苦瓜，所以講有一種嘅驚喜，我都馬上去買5粒過來，5粒過來嘅時間，我都用我嚟試用佢。你哋仲係買用嘅嘛？冇，我都當班係買嘅熱苦瓜，好佢哋要鹽嘅，鹽我都當班嚟切個繁殖，繁殖都更加，所以繁殖時間嘅時間，因為熱苦瓜嘅時間開始種嘅細細粒嘅，我都變成一個搶高先進嘅農民，如果講我用個樹皮啦，我用我嚟管理啦，一年嘅豐收，都竟然拿出嚟越多嘅時間，都安泰粒嘅熱苦瓜。你大蠻厲害呢！第一擺種都可以對，鹽呢開始種到更加還冇唔是賣用嘅，也幾厲害哦！阿嬌姐，你同總太個鄉下，你係同總太個鄉下嚟做一個園藝嘅工作嗎？以前我哋去上班嘅時間，會下巴會請假，對，因為我哋而家嚟上班，會請假過來，係講。我係上暗班，我會下班會參加啲天數做園藝嘅工作，都是幫助伊啦，一系列幫。嗰種你自己本身有自己嘅工作，係睇做醫院嘅護士嘅工作，護理師嘅工作。哇，呀，幾好呢！後幾年更加也退休嘅嘛？退休嘅半年。退休嘅之後都停定呢，我哋陳大哥鄉下嚟做種一個熱苦瓜。你自己本身咩從事一個園藝啦，有耕田嘅經驗咩？你睇天數嘅時間會有感受到講乜嘅困難，也係講挑戰麼？會有一些辛苦，但是唔過我哋都訓練嘛，我哋還是咩農，雖然沒做過到農業，但是我哋嘛是在農家長大的，所以都有看過，有接觸過，所以慢慢的學習適應都可以。冇唔錯噶，以前我哋露頭白啦，好，可能種皮啊，好，我哋綠地地大部分都用耕田啊，冇太也有細嘅，對農業嚟講應該係喺當忙熟悉。陳大哥，一個熱苦瓜啊，嗱第一講佢係一個，佢算係水果，也係講長菜，也係講佢係一種個特別嘅農產品。可以同我哋簡單紹介一下熱苦瓜一種農產品好冇？
英国人讲蔬果啦。哦。唔要像水果，马上切了都可以食，唔咩？一种个东西如果打开的时候给加温，加温过后必滚过后，可以释放伊本身的释放伊啊个对人体的能量。像假如讲茄红素啦、叶黄素啦、酵素啦、omega-3也会出来，Q10对俺的皮肤也会改好，所以伊也包括很多种的物质对俺的身体的帮助。哦，你也跟热敷挂係對國安認證的嘛，係我哋台灣本身就有嘅啊，做乜嘅野產咪將開始本大家看得到。當時我哋喺台中嘅原住民，伊本身是人熱敷掛，已經是100多年嘅。做乜嘅會安尼流行安尼咯？因為當時原住民吼，伊對長長嘅時間，伊都開始食，伊要紅紅嘅話，伊咪落去有毒。不過我哋生物科技更加快發展嘅時間。你怎麼發現一種東西，對我哋人體相當好。過咗講，而家命都多嘅時間，而家都大量，所以而家推動嘅咩農改場嘅時間，伊都大量推廣有嘅。哦，嗰個陳太講，頭頭有講，以前喺台中嘅時候有原住民喺食一嘅熱敷掛都都在種嘛，嗰個佢算係我哋台灣原生嘅一種農產品咯。係，佢喺台灣原生嘅，個像台灣有嗎？喺呢幾個也有。越南啊、泰國啊、馬來西亞，注意我哋亞熱帶所在都有。哦，對我印象特別，陳太講出來，我能看美好。以前我記得韓式時節啦，我哋睇演咧，有一講腦杯山地杯，我看到一種很多山敷掛，一種細細嘅嗰種係唔係同熱敷掛共用？也係講冇共用品種，因為我記得韓式時節，我哋會摘嘅種皮件咧，又會摘嚟講。煲湯啦，又係講熬嘅茶來食，我都細細嘅又唔會睇。那而家看到熱敷掛係從年頭暗睇嘅，原來係共一種嘅嘛。因為熱敷掛伊係本身也係敷掛科嘅。哦。敷掛科東西很多種。因為開始我哋人生中嘅東西本來都細細嘅。是講我哋而家農民佢興去研究一種嘅東西，所以而家我安排咧，如果我哋農民一直為咗安咁嘅，比如佢多種嘅營養，可以使用伊嘅肉，還是伊嘅加東皮地位，尤其啲茄紅素，喺頭晚做70片咧。哦，佢嗰個佢有營養，因為佢會安排係講後市面我哋農民朋友學真厲害，去研究不同嘅改良，怎樣發到安排，可能以前頭擺嘅時間，佢可能個細冇按照更加安排嘛。陳太講有講到講，你哋自家對因嘅開始種到更加，你哋種嘅更加面積一大呀？差唔多有100片。100片哦，你一擺樹上佢會樹上一多斤啊？100片開始因為有休眠期啦。100片樹成差唔多有將近有800斤。哦，800斤算多呢嗬，100片800斤，佢講有休眠期，佢唔係一年四季都有嘅啊。休眠期從而家，他們休眠期差唔多到冬天嘅時間都休眠。休眠係嘅時間，我哋會攔腰去割下嚟，割下嚟必休眠。必到差唔多10個月咧係嘅時間，佢都會重新冒芽。開始嘅時間，我哋要重新放入來。而家嘅熱敷掛，佢雖然講佢喺我哋台灣嘅原生種，唔能睇種嘅時間有去研究過講，佢特別適水，也係講適合乜嘅奶質嘛，佢有安尼條件嘅限制嘛。最主要伊嘅熱敷掛降水，做乜個降水因為伊也會地表含水量挺豐富。所以說有按照植物嘅時間，變成咧我哋選擇伊嘅奶要排水改好，迄奶排水冇法比進到伊攞排緊。如果爛根，如果對伊症狀都唔好。其實陳太哥安尼講吼，可能有個注重排水，嗰種你人嘅地位係唔係有特別嘅方式來控制講本地要排水個好，也唔會講有積水嘅問題。一方面的話，陳太哥伊都會做一啲結尾，結尾來引導伊，但是伊除了會降水以外，伊有時有水，所以都提個頭方做一啲水盤，安尼嘅水又唔會過多，又可以食到水。哦，行我貼喺沙基咧水盤本地安尼哦，叫我降緊呢條西毛。
伊可以是有用功，要全日照，全日照。嗰數叫熱條，有降水，有降水。睇中日嘅熱敷刮都更加，因為我哋而家講有時間，我哋天氣氣候唔好嘛，會落太熱，咁又受到氣候影響，一般種樹上都冇有一種情形發生過。冇。哦，中下一記錄，這個上啊打幾多自然嚟啊？咩？因為多熱敷刮哦，伊本身是蟲皮。按那個皮膚唔大話，如果皮膚以前呢，差唔多能天條按太粒嘅。啊？條件唔好嘅話，記錄唔可以太本唔看，唔好記錄按嚟細細。我記錄算佢有皮氣嘅一種農產品咧。係啊，佢我哋漢語咧國語啊，硬頸。硬頸嘛，我感覺佢係真故意咧，冇本來好事，我都本好幹啊咧。哦，按真係講，人這個喺中藥嘅過程之中，感覺有乜嘅困難嘅部分冇？中藥嘅熱敷刮有乜嘅挑戰嘛？因為有時果實沖落嘅時間吼，聽到果實園啊，人講蜂蟲啊，蜂蟲會來擋一邊是那個一隻種嘅都會壞下嘅，壞下都會感受人哋受傷啊，我感覺變成那呢。啊，我都從中都請人哋講錢嘅人喺度先比講，啊，聽我講啫，唔用嘅種落人，你攞個保特瓶底杯，你那度一掉嘅掉嘅時間，也呼吸嘅時間。伊風一來嘅時間，都偏唔到啊，種嘅熱敷刮嘅意思，種佢都撞到人嘅意思。嗰個風咧，伊都迷行，皮一撇過去嘅，啊，都防止偏蟲嘅一種。哦，有一種方式。裡面係一種無毒農業啊。哦，唔能貼喺堅持一個唔能去磨土嘅、磨沙藥嘅。哦，啊唔過唔能掛嘅種農人會唔會掛太多？因為記得行業嘅時候，自家全部都係種農嘅面試。因為我感覺嘅種農人落嗰啲保特瓶行嘅時間，如果經過日頭蒸發嘅時間，面試讓我出來。嗰種我哋以為我哋人完全都騙唔到。哦，觀眾朋友，原來熱敷刮係按呢咁樣神奇一種農產品呢。啊，唔過熱敷刮還有哪種嘅利用方式，也係講料理嘅故事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面對熱敷刮一個咁神奇嘅農產品，大家會唔會有啲想法？看到有啲按太粒嘅熱敷刮，唔止講刨皮呢，也剖開來樣板是夠好呢？應該吼，大家在市場看到嘅時候，一定會有一個想法。啊，到底按樣板料理一個熱敷刮真好事呢？專家睇下，馬上來搶救佢哋吧。真係講，一個熱敷刮應該大家注重一個，唔係講樣板中嘅按太粒按好事，大家提嘅想法一個。一個按太粒啊，當個又有熱，樣板是夠好，所以人下會唔會按嚟悶唔得啊？會，我都喺人行執一下來，馬上執，馬上破壁看，一啲要打開來當真樣嘅，啊我都拿啲頭光嘅，當把佢破開來嘅鹽呢，就挖喺啲盤嚟烘烤，盤嚟烘烤嘅時間，純一肉嘅時間，我用頭光按嚟挖，攞嚟挖到喺邊嗰啲盤嚟烘去，喺鹽嘅部分咩？因為嘅鹽呢吼，當好有層嘅甲種皮，佢都屬於嘅茄紅素最重要嘅東西。鹽呢是種下來嘅時間，我哋按嘅時間都可以嘅，順手唔是挖，故一切一太快，唔要煲排骨啊、煲雞啊，都可以都可以，亦都變成咧料樣嘅料理嘅時間，都以人為飲食的習慣來做，全部都是的。那鹽呢是唔得。哦，鹽呢都唔得是唔得，因為天硬也有乜嘅原因嘛。伊本身啊還有皂素，皂素呢同人哋反鹼用嘅。哦，所以會留香。會留香啊？唔係可以拿來做鹼皮用？不過實在冇講，佢有個係功能嘅啦吼。假使講是食的吼，身體唔爽快也係唔好啦。所以最好還係食佢個甲種皮過用一條。不過皮當個有嫩呢，佢也可以食到，唔會吃到自己的嘴巴嘛。伊個加溫過後嘅時間吼，伊個皮會軟化。哦，你唔好按硬嘅都錯噶啦。因為仲有也會熱敷刮，伊本身加溫。加溫過後嘅時間，又會見不同，
不破坏了释放也能量。所以就要有叶黄素啦、花青素啦、Omega-3，我们个 Q10也掉，都可以有释放，慢慢的释放而对我哋人体好嘅营养品。安尼我说叫做，能自家睇卢卡，有个内服光，最重最不适合煮的料理的方式系乜嘅？煲汤，还有做果汁，就像人基本你看到，人都打咧一罐一罐安尼嘅果汁，安尼而家嘅果汁啊，佢释放落去味道系乜嘅啊？迄无加乜嘅东西，无加蜂蜜、冰糖的时间，也是苦，但是又唔会像苦瓜咁苦，它叫微苦，它有一些以特殊的一种风味，有的人会觉得伊迄给乜个红萝卜汁，它看起来很像，吃起来嘛有一些像，但是伊都係唔係，伊都係內苦瓜，因為佢看起來豐，釋放嚟，其實最大嘅差別都係有嗰種苦味啦，錯冇？18苦味。人會去調工調到有講蜂蜜啊，同冰糖嘛，其他國家也做得嘛。百香果就可以搭，還有那個鳳梨也是很搭，我們目前都。做呀，又會做加鳳梨、加百香果，都味道很好。我知嘅。就係講味道18個重，酸甜嘅一種果汁都可以嚟搭配啦，最好嘅一個部分。佢假使講，人是唔係本來係冷凍也共用可以食嘛？解凍做共用行做得。可以，你有個。人家講果汁都係趁新鮮啦，人有試過講有個可以變1舊，其他嘅味道都唔會變。而家冷藏嘅時間5年，5年，冷凍20年，20年，最後嘅長鮮嘅時間都按你樣講。人家呢，人客同人買過去之後啊，人會同佢講按你料理嘅方式吧。大家過去食到有乜嘅反應冇？有有曾經咧，我客戶講，伊差唔多有。2個孫的喲，聽我去我說當牙喲，俺幹事的呢，我娘們咯還會做人哦，還會看人啊啦。對呀，佢做阿婆的嘛，佢都識喏，用那個吧。太離譜啊！不過人哋也可以底下講，真是有個內服瓜吼，佢係個營養嘅一個食品啦。其實也幾好嘅料理，只不過喺料理嘅時間要注意到。我帶數來咪什麼？冇睇啊，或者冇見超多。不過基本你唔能帶過來嘅時候咧，內服瓜新鮮咧，打果汁嘅，我還看到講有做有個胖，小胖啊，有一個麵包嘅，有個也係同樣有加內服瓜嗎？有，我哋屯伊個生品都係以內服瓜為主，屯一個濃果汁哈，類似維多果醬啊濃的果汁，送一本烘焙師傅做。其實之前的時間啊，對料理東西啊，也有安尼興趣啦。因為講白種嘅東西，因為啊曾經用一種內服瓜，用天薄嘅做蛋糕。你這家嚟做蛋糕試咗？做蛋糕，因為我會變到經研發可以做到老少咸宜可以吃的東西啊。你講能說按你煲湯做嘛個又唔好啊。後面講起來做啲餅乾也好啊。係啊，我說個經商，上到時哎，我哋行業沒有得飯頭豆腐咩？等下都落下啲飯頭豆腐，開始時間可能嘅飯頭啊冇打到暗面啊，是得去有顆粒啊。有人就說哎，去我處唔係快事的，個氣溫啊，個暖一些，然後有在研究，打到人家，從人家產生咧，都睇緊啲口感，知道一人咋。湯按嚟講唔準，看到人哋有帶過來，我哋送一下有個面試，當底下講，真是假如有個內服瓜嘅飯頭豆腐都帶係嘛個面試，因為小胖製作單邊冇準備本來是胖也冇切，切的細的飯頭豆腐本來，那這樣之後是有個，我哋來上看下先，假如內服瓜嘅飯頭豆腐同傳統嘅有乜嘅冇共樣好嘛？飯頭豆腐係我哋客家嘅食品，但是我哋通常食到嘅係都個傳統嘅都係飯頭米線，後來我哋都有一次有這個關懷據點有老師教我哋做一個飯頭豆腐，我哋陳大哥我哋都上過，後面將一個內服瓜
好色又按姜，好有米丝我们擦来干进去，我哋都有一部分呢，用到水的地方，我哋都有用内服瓜果汁来代替，做出来效果唔会差，也很好吃，挺好吃哈。真是，因为我个青菜来讲，吃下嘢时节，头多吃下嘢，我都想讲，用同传统的磨嘛嘅差别啦，口感啦，吼，味道也是下马上都系饭条的米丝，结果磨上到再焖一下之后，磨姜的米丝都出来哟，是把嗰种富感的米丝，是把富，叫我睇人哋三毛蛋糕有冇？廿蚊睇蛋糕哩，也唔会讲唔爽快，唔食得出来都是把富，假使讲冇讲嘅方案，都会问我讲。奇怪呀，个饭条豆腐系咪个炒个饭条的时节哈，火太辣的，炒到本期有时把煮火辣的嗰种，结果唔咩呢？佢系一种人哋讲嗰种富感，水果的嗰种也系讲富寡的嗰种感觉，又唔会讲很强烈到说本都唔掉呢，真是鬼好吃，因为有个饭条豆腐啊。鹹嘅甜嘅攏做得出嘛，你可以淋嘅睇有夠，甚至於講，假使講淋一些蜂蜜，生年咧也可以做甜點來食哦，係咩安尼啊？可以哦。真係講呢，真是當忙厲害，腦筋鬼好哩，上到乜嘅攏可以落下去。也係講人哋內服瓜其實佢係咧，佢適合來做加工品嘅一種農產品啊。因為我針對也好，也會去個經研發啦。我都開始做個時間，做的產品出來是含片。做過大眾口味的時間，因為我身邊有片朋友啊，相當好嘅。佢講唔能啊嗬，最有幸福嘅，最有福氣嘅，做乜嗰度？因為我做含片產線嘅時間，唔能中佢哦，我有心理準備哦，我見到見發福㗎。嗰時候見人其實講，唔怕唔見盡量拿過來，我哋同聽數食係嘛？有做一種加工品做實派經驗冇？失敗也有啦，因為有時候，因為也會目標個吼，伊低溫糖分過高。因為你喺冇收錢嘅時間吼，因為我哋建築嘅時間也會見沉澱啦，糖分啦，我出貨啦。嗰時候佢按你大槍式冇加工嘅時間，其實按你設計有個甜味食得出來，講佢有個糖分一定係高，係按你嘛？本身係伊要變成那個伊。整個多種嘅營養產生下去啊！因為可是我哋做嘅飲料嘅時間吼，做咗種奇怪種嘅荷蘭米，荷蘭米起來咯，哇！真是都以後嘅嘛沉澱下去嘅出荷蘭嘅米絲，有嘅鑊嘅差唔多2萬CC都多嘅咧。哇！一太忙都按你磨嘅咧，按你人喺加工嘅時間，係咪一天要不斷地去攪拌佢弄佢？本佢唔好沉澱，按你鬼辛苦呢，要落去久啊，按你都唔能。因為開始嘅時間，可是我滾嘅時候，我破時，佢都要注意哦。如果說是拉個大下時間啦吼，唔好甜哦。因為做嘅飯頭豆腐沒空樣啊，如果凍個沉澱，因為滾嘅時候開唔是啦，能開唔是啦。因為伊要濃稠度滾呢個時間都變成那種平經驗。有時都要憑經驗嘅啦，都產生個我滾唔滾嘅時間都係憑經驗，但係伊差唔多，因為伊嘅目標個嘢做到太滾啦吼，你冷嘅時候油水分離，嗰時候差唔多煮好還好。嗰時候做唔係本佢個溫度太高，叫佢油水分離，既然油水分離之後會產生乜嘅現象啊？個現象嘅時間變成咧我哋國家唔看啦，看到伊冇油水分離。有冇？你講煮太滾嘅時間，我哋飲料變咗以後都當好一層水。明顯看得出來佢一層一層安尼。對。係安尼哦，真是他們冇講嘅，冇注意到一件事情。嗰種人咧，喺電腦背看到人家加工咧，可以用一個方式來判斷講佢嘅加工嘅功力好冇，錯冇？安尼除了人哋看一個加工品之外，伊啲好嘅內服瓜應用辦去。評斷講佢熟嘅冇，也係講好食冇，我哋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嘛。因為呢副瓜哦，一開始我按細粒嘅時間見太子，伊到差唔多6分熟嘅時間，伊嘅皮會產生伊啲感嘅色。佢都呢副瓜哦，呢副瓜留到你20強嘅時間，破雞糖嘅時都要一種嘅喲。哦。喺你太黃啊吼，薄佢都用起嚟。
按假使讲有6分熟的时间吼，伊煮的时间，汉语版对煮好了、释放了是同个长木管用的，连米西都按的，变成按的。好得出来哦，多时间啦，去市场的吼都可以来看下先自家来偷好生程度啊，成熟的程度，可以弄把那黏糊挂都自家底的嘛吼。哇哦，观众朋友，今家夜团唔但将好多的样板来料理也个黏糊挂，连黏糊挂按样板汤，大家也学到的哟。不过还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是比赛，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喽。认识的黏糊挂一个很神奇的农产品，提供给样板中、样板师。不过，我对黏糊挂还有失败的问题呢，先来请教一下阿娇姐，记得吧？阿娇姐，你睇到安尼睇你的分工啊，你平时的工作来讲，係唔係負責做嘅後面嘅工作，如加工啊一部分啊，其實前面個辛苦體力咧，就全部交由給陳大哥，係咪安尼？果肉的部分處理哈，還是由陳大哥處理，那種配料。配那個水分跟果汁的比例都陳大哥處理，但是佢主要的工作也是有一些難度的工作，如洗啊個鹽呢，伊迄啲挖的東西，規塊洗，我哋咩一次一次用磨槍用方法，帶頓有內的輸入的，如果粗，如把你鐵改團，你用帶輸入，但是還是唔拉。還有用嗰種米奇嘅來安尼洗，還是唔拿第3次的時間，我哋都用看到嗰個蒜頭嘅台嘅吼，嗰種粗都同全部嘅鹽呢倒落去，然後加水安尼，戴着手套吼，安尼搓幾遍呢，安尼啲鹽呢都處理好嘅，也係最快處理啊！目前我哋都安尼做，而且感覺唔會差。哦，嗰個有嘅等於講全部加工嘅部分最重要係營養部分嚟吼。你有嘅會唔會有職業傷害？那總之只要因為你不管冇可能處理，像處理一粒吧，全部處理可能處理過最多係1度斤，也係講1度粒吧。差唔多怕有10個粒喎。我10個粒，安尼輸會唔會這個丟件啊？也係講樣。唔會咧，自從前度有嘅方法都感覺改好。哦，嗰個陳大哥，我哋分工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做啊，後面都搞有嘅最重要嘅步驟都阿叫在鴉片處理嘛。哦，你那副掛其實除了有嘅加工嘅部分，前面嘅時間先將冇講到，坦白講，搭棚嘅嗰個佢係從北洋果啊，吼一種大田嘅嘛，還係講佢從冬瓜一度可以係天然恐怖嘅安尼即個啥？有同嘅百香果樣哦，搭棚嘅方面啦，因為有嘅東西啊，吼，都係即係講原期嘅啊，同人哋吹瓜樣係啦，吹瓜都สั่ง去，伊個試個見掉，反正伊搭多耐，伊都สั่ง多耐啊，啊人哋苦瓜話吼，一條啊曾經一條啊吼。一台對呀呢，差唔多有20公尺安樣。哦，一條可以到20公尺安樣咯。你一條20公尺可以大幾嘅黏糊掛出來？伊差唔多平均啦吼，太細粒，差唔多有8個粒喎。哦，你其實當然有效果嘅、有效率的一種農產品咧。我哋可以種在有限的面積裡邊，我哋可以本佢大騰吼，撈個大田啊，一路大個大，係咪安尼啊？唔要一看人嘅皮粉哦，因為是重皮啊，你嘅皮粉唔老吼，大100粒吼，差唔多米咧從前頭安睇。哇！啊不過人哋可以蔬果，蔬果嘅話100粒，人哋蔬到差唔多存60粒。假如講1粒，安尼嘅話冇1斤嘅話，人哋蔬果存60粒嘅時間，人哋果實嘅斤量會變3斤。哦，嗰所謂講，佢大致嘅時間都重視喺蔬果，如本嘅營養集中在幾個都好嘅，唔好全部分咗咗嚟，而且結果分下去之後米咧攏變咗前頭，唔係黏條安太了安尼。哦，你平時唔能做有個鹽嘅地步管理啊，會唔會
工作轨道啊，你一年对90人都下属安尼，你差不多会做两班的管理的事情工作。像而家也都属于春天到春天也蛮有休眠的时间。休眠的时间，黑的时间俺哋都懒要减下来。减下的时间俺哋都变成了胖的地步甜的呀，俺哋都要去炸下来，炸下来的时间了变成了困啊风了，比腐化下来俺哋尽量唔可以烧伊，因为烧伊乌烟瘴气的话对人体唔好。不过俺哋都装了一堆的时间，俺哋用同步去减落来减落的是叫发酵，自然发酵。它一般是都可做俺哋堆肥。如等于讲，遵从了这个理念来讲，无土嘅农业吧，你用剪下来嘅老枝啊，也都去做皮料，你唔是就另外去买嘅化学嘅皮料来用。除了安尼侬，咱还有那个管理嘅方式，除了整理老枝啊，平时咱还会淋水啦，也系工作嘛嘅嘛。一天会有淋水，有时俺哋皮粉啊俺哋可以做嘅，因为俺哋管理係无毒嘅嘛。虽然有时讲俺哋嘅果皮，俺哋煮菜嘅厨余方面，俺哋咩可以去个做熬回啦。俺哋可以买嘅微生物去分解一些东西。它一般时间俺哋都可皮粉，尽量冇用化学皮料，因为用化学皮料，俺哋食放来，它一般果实俺哋食放来时也唔係清好。不过俺哋而家都变成嚟讲，用俺哋堆肥比慢慢腐化时间，或者俺哋用果皮，都提用，因为最主要用有了俺哋而家是咧养肉多，你咪可以做伊嘅分解嘅工作。嗰個也係用一種方式嚟做研究毛孔嘅一個皮料安尼嚟幫佢食，同幫佢睇安尼嘛。安尼野產嘅嚟講啊，其實最頭下時就有講到啊，以前親像冇看過一個熱苦瓜，野產嘅喺市場上常常有看到，係更加種熱苦瓜嘅人越嚟越多嘅嘛。而家變成嚟講，香港嘅人針對啊熱苦瓜意識更豐富嘅。因為一種東西針對體咧，針對俺的物質，還有俺的皮膚，還有俺的骨節，變成那個本身俺的偏外外，不過也是下去，至少我是有用嘅嘢係我自己，你各個精神啊，還是目標嘅健康嚟啦，各種方面對俺的人體嘅幫助嘅時間，如果人都看到過一種東西好。係咩嚟種個兩條啊？係咪？因為上下天道啊，係咪種幾條啊？我都話你慢慢的時間，你都對啊認識好，你都會種，嗰個慢慢的不普遍。嗰時更加有人像講種嘅熱苦瓜，有去搶購，有去請嘅嘛，又係講同嘅買嘅用嘅啦，人嘅一啲。當時嘅時間，我做出到也好嘅時間啦，我聽你講啊，如果我愛推廣。按人我都推廣，我唔是來賣，我都先拿一粒本，教養啊識，按人呢如何如繁殖，按人的繁殖後，直接講，陳太哥，不但繁殖呢，還是按養嘅咯，講嘅人呢又可能係如同食腳嘅樣啊，我係冇別個，去學去硬學，去剝開嚟。剝開嚟，我哋米飯是咧盤呢，用餐巾紙當必食別別啊，按個盤呢，按個木邊過後，然後去剝開嚟，我哋講剝殼法，都邊邊啊，按入面慢下去，再經過差唔多有1張嘅，那一愛去把有2條嘅蔬菜，不過也是咧，愛保持有水分哦，然後我萌芽，也差唔多按呢時間，最後繁殖的時間係熱天的時間。將俺哋見啱咧天氣溫溫的時間，遇到繁殖嘛，因為要有溫度。除了要有溫度，最好的方式係嚟講，佢腦部嘅殼要剝開嚟去，咁有發土，冇多時就睇佢浸，然後浸唔掉一嚿其他水分到地步，咁樣本嘅因嚟發芽嘛，安尼嘛，行去看其他嘅生長週期，難怪有安尼。同人買嘅用嘅可能個價個，係唔係安尼個生嘅功夫？我嗰時咧冇做買人嘅同嘅苗啊，我種開度去送人咧。因為我推廣，本人見來見現實。因為最主要一種東西對我哋人體好。
嗰個陳太閣除了推廣之外啊，等未來講，唔能有做其他嘅規劃。有人下講我去唔能人嘅地方去看冇，去留了冇。有，因為我本身我嘅環境啊，差唔多25年前我都設計嘅環境啦吼。如果做開放家庭，到目前而家我哋未做開放家庭，所以講我哋遷到一度親戚朋友好冇，都有食過飲料嘅人，如果想我看啊，嗰陳太閣唔來按樣嚟做咯，下講來兩個廚房，馬上來同體驗，係啊，我都變成一個唔來參加啊，我都馬上搞唔到啊。哦，嗰個更加也係算有一個體驗嘅法通，只要講先同陳太閣人聯絡一下，現場有適合嘅話，都可以去到唔能人嘅地方去體驗講，用辦嚟做一個熱苦瓜嘅加工，甚至講雜嘢嘅熱苦瓜，什麼？安尼頭都陳太閣唔講熱苦瓜幾係大條嘅嘛，唔能咧碰嘅搭一個啊，差唔多同按過。按過，因為我從到頭想到一個問題，假使講佢大條，佢有大隻，熱苦瓜看佢皮膚又嫩，又按太了有咧。假使講冇注意法嘅角度係唔係咁嚴重，唔係以為自己唔單止講帶嘅樹立嘅行，帶嘅安全冇個安全，係咪？其實啊，哈，你有眼珠會看呐，可能人的世界也有這樣的事，不過比國外一百都低啦。安尼有大家去個雜嘢嘅熱苦瓜，係唔係太人細子都適合吧？太人細子咧，剛剛是太人啊，太人有咧去雜嘅事，因為佢要去行嘅人嘅地方嘅時間，我要去機會教育啦，先要每名義。先到頭南冇角度嘅，人看，可冇得拿，人幾萬個數據拿攝像。迄假使講唔肯買嘅話，唔肯資金買一粒，我都唔掉一牌嘅。哦，喺呢邊入熱苦瓜，燒嘅時間我打電話問，冇乜嘢，人熱苦瓜燒佢咯，唔都帶幾件到來。如果係去個件，我都嚟攝像做紀念。嗰種呢，還有開放除了去體驗之外，還有認養嘅方式咯。佢都做認養也了，我可以出錢出皮了也得。我都去，我都同天數照顧一個熱苦瓜，也了我都煮飯嘅哦。到時隻熟嘅都講我都來摘啊，嚟個體驗一下。哇，觀眾朋友，原來熱苦瓜其實佢有個好處幾多，佢有個加工甚至於利用，還有幾多嘅發展哦。假使講我有機會嘅話，也可以去請陳太閣嘅咧，我可以來煮飯一下，認識一個熱苦瓜之外呢，也可以體驗一下，本熱苦瓜抽一下，看下先係乜嘅感受哦。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陳太閣同阿橋姐來到我哋節目地方，順勢紹介安好式嘅熱苦瓜吼同精彩嘅故事哦。多謝你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感謝主持人，歡迎大家來到我哋聯絡前線咩？好喎，坐到更加大家有個位上音樂呢，聽聽先生運動一下，表揚一下咯。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